请坐。非常荣幸能与 SR 娱乐合作，这是我们英华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。谢谢。请坐。企业快速成长的关键就是合作双赢。英华公司的规模虽然小，不过我们 SR 向来看重的是软实力。那是。你们公司的艺人实力都还挺不错的。来吧。樱花可以跟 SR 合作，不过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交换资源。顾十一签约 SR 将会为樱华旗下所有的艺人进行全球性的推广。你们应该知道 ，SR 的资源是国内所有经纪公司所梦寐以求的。我们非常希望能与 SR 合作，但是合作条件能不能？这就是 SR 的唯一条件。我不同意。李总认识我？以前开会见过，很有缘分。你们知道吗？什么？我也听到一点风声。你说咱们辛辛苦苦练习算什么啊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咱们的团队要解散了。我也是听另一个经纪人姐姐说的。为什么要解散？因为 SR 公司要签你啊，他们说你更适合单飞，也愿意替你交违约金，所以咱们就要解散了。请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所以我就简单的说吧。确实 ，SR 公司有迁走世一的想法。不过你们是一个团体，我不会让你们这么久的努力白费。即使世一单飞，你们也还是会照常出道。至于跟 SR 的合约是否要签，这还得问世一自己的意思。我不愿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拒绝 SR 公司。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到你们。你们还是要好好练习。我先走了。太棒了！耶！英华娱乐的董事长叫林贝拉，对吧？去调查他的一切事情，找到所有能找到的资料，包括他有没有做过整形手术。好的。去吧。你在门口走来走去也有5分钟了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今天世一生日。什么？今天过世一生日？他生日怎么早告诉我呀？我还没带来结拜礼物呢。
生日快乐！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个惊喜啊！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教还告诉我的，你俩生日不是没有差几天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训练结束了吧？那结束的话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个游乐园呀？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。你生日我生日啊？啊？去哪儿不应该我决定吗？可是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，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要。走。我想玩那个。哎呦，那可是电影里的情节啊！我一直都好想去一次的。你恐吗？我恐高。啊？你哪种程度恐高啊？我不会去的。那好吧，看来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了。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还要好看呢。连摩天轮都没坐过，真不知道你怎么长大的，真是。还说我呢，你不是也第一次做吗？别晃了你！嘿嘿，哈哈哈哈！早知道你这么害怕坐摩天轮，我应该早点带你过来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都不能动，我对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能反抗。谁说不敢动？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今天你是寿星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我也觉得。对了，我刚刚问了11了，他说他会准时到。真的吗？可爱吗？嘿，可爱可爱。给你，我还请了李哲。李哲？你请他干嘛呀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因为这个，你知道我很容易被收买的。对了，你跟春山现在什么情况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学姐，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，可是我总觉得你内心很坚定，遇事也很有主见，不像我，一旦遇到事情就会左右摇摆，举棋不定。张怀，你是编剧，应该看过不少关于吸血鬼呀、不老之身之类的传说吧？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那么一种人，
他们活了上百年、上千年，他们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，他们有爱也有恨。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当然不会有了，这些都是编剧们凭空想象出来的，都是不存在的啊。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啊？啊，这不是万圣节要到了吗？我就突然想起来了。江淮，江淮下来！我下去看看啊。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江淮叫我来的。你叫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上楼找雪姬。你们聊啊。哎，车站，帮我好好招待他们啊。拜拜。你干嘛去？要不休息一下？你在干什么啊？啊，没什么。夫人，晚餐用餐时间到了，我叫的是鲍鱼粥，营养有益于消化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前台吗？我是1805号房间，请快速帮我叫辆救护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那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就是考验知识的储备了。我现在根据网上的题来出，你们答错了，全都得喝酒啊！好。答对了有奖金吗？奖金你出啊？唉，好开心啊！好久没跟朋友这么一起玩游戏了。哎，来吧，好了，第一题啊，宋金战争时间。从8岁就出国了，中国历史真的不擅长。你们呢？1125年到1234年。回答正确，耶！喝酒。下一题，根据《燕赵王求是》记载，被燕赵王命名为上任将军的是。这道题有点难。中国历史真的不行。燕赵王是谁啊？乐意啊。回答正确。这道题很简单，和中国没关系。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想想。最大的淡水湖。能不能出个简单一点的呀？已经很简单了，好吗？苏比利尔湖呀。回答正确。许姐好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表面完全看不出来这么聪明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我看不出我很聪明？我本来就很聪明，好吗？夫人，还好，送的及时，抢救过来了。谢谢大夫。没事儿。夫人，您终于醒了。快联系雪姬，我等不了了。是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突然有些紧急的事情。啊？啊？雪姬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就不能改天吗？江淮，你想跟我一起走吗？好，走吧。我送你。不用啦，我们自己走就可以了。我会拯救很快回来的。好，走吧。好好玩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去送送江淮啊。雪姬小姐，夫人在等你。你要跟我一起进去吗？这有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了。要。走吧。雪姬，你终于来了。路易斯，不要叫任何人进来。好的，夫人。对了，遗嘱立好了吧？跟他们说了，死后遗体不能解剖了吧？雪姬，你真的不希望我能继续活下去吗？这不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没准还能多活2天。你真的确定要把我的血输到你的体内吗？不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你以后应该不会再费尽心思跟踪我身边的人了吧？你说的是他？我也想有这样的机会，只是我要是活下去，才可以干这件事情。不只是他，还有我身边的其他人。没有，我绝对没有。我总觉得这附近还有其他的人。也许跟踪你的不止我一个。开始吧。雪姬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是他的心愿，他希望输进这些血。不行，这样会出事的，雪姬。来不及了。这是我的
江淮，我有很多事情想告诉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你有多少秘密我不清楚，可是今天有人因为我而死，不是因为你，这是他自己想要的。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要送他那种礼物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知道你送他的是那种礼物？怎么会这样？江淮，这是他的心愿，是他的选择。如果你的善良让你感到自责的话，那么我希望你以后在做决定之前，可以先看清楚真相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去继续过生日。怎么还有心情去玩？都发生这种事情，你怎么可能若无其事的去玩呢？好吧，注意安全。雪姬，喂，陶德，你帮我调查一下，看看今天医院有没有什么监控录像有可疑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会是谁？好。完成的不错呀，没有被发现吧？有被察觉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在那个时间段里，所有的监控全部毁掉了。够聪明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吴先生吗？你是谁啊？我现在很忙，没空接你电话。是因为母亲张敏之死的事情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给我个地址吧，我会给你一份文件，想必你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把这个拿去给吴先生，还是一样，不要被人发现你的样子。好的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给我寄的这些照片里，这个女人是谁呀？她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我妈妈是被她谋杀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。怎么又选那么高的地方？之前就跟你说过呀，我喜欢高的地方。和江淮无故消失，然后又一个人跑到这么高的地方，你脑子坏掉了？就在今天，我认识很久的一个人去世了。当着他的面，江华应该一时半会接受不了吧？那你呢？看过很多生老病死吧？所以不会没办法接受吧？
你要听实话吗？是的，所以我不想活那么久啊。人呢，就是要在该死去的时候，潇洒的去死。也许这个世界不会对你心软，不会把美好的事物通通展现在你面前。但是我会。小七，这是我和他妈妈上学的时候照的照片。字，对了，一个人的字迹是不会变的。哎呦，要不是你这么年轻，我还以为你是善爱呢。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活了上百年、上千年，他们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，他们有爱也有恨，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果然，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你还没有习惯别人害怕你。要下棋吗？围棋啊？我不会。会弹琴吗？吉他呀。
不会，我会弹古筝。古筝？嗯，想不到啊，你完全不是古典美女的类型啊。那我是什么类型啊？不美的类型。江淮怎么还不回来啊？饿了，想吃他做的饭。他可能在忙自己的事儿吧。行吧，我去吃饭了，去吗？不去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我可能要开始工作了，你一个人在家，照顾好自己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好羡慕啊！这么快都有广告合约拍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拍广告啊？你说是因为顾时一长得帅吗？怎么谁都喜欢啊？广告商喜欢，雪姬喜欢，哎，就连林董事都找我问你的事呢。真的吗？问过我了吗？是不是还没来得及打听我？我跟你说啊，没有。他打听我什么？好像就是对你的感情生活挺感兴趣的，总是关心你和雪姬什么关系。反正我没想到他这么八卦呢。肯定不是八卦，只是关心。哎，十一，你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拍广告呢。嗯。哎，大家注意，不要太往前靠啊，不要挡灯光。好，来换个姿势。好的，来在这边，笑一下。好的，很好，来再来一张。好，往这啊。好，再来一张。很好，来。来，多侧一点，多侧一点。多换几个艺术啊，谁会啊？好，笑一下。哎，好，我还是喜欢他穿休闲服。是看错了吗？怎么会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好，大家休息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太棒了，好喜欢你啊！哎，你好，我买了些水，能麻烦你分给工作人员吗？你是？我是十一粉丝。哦，这样，十一真的很幸运，有你这么漂亮的粉丝。十一，你的粉丝买了东西给工作人员，真羡慕你。你指的粉丝是他？嗯，他自己说的呀。他不是我粉丝，他是我喜欢的人。拍了一天了，累了吧？还好，接到广告的话，就迈出成为艺人的第一步了，所以不累。哦，你饿了吗？饿了的话，我回去给你做吃的，怎么样？打包几个菜，然后回家用微波炉热一下，那不叫做饭。你真的太小看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真的。我已经习惯你这个游手好闲的设定了。我回去会证明给你看的。哦。先去换衣服吧。好吧。喜欢哪一套？告诉你，这个是我在岛上经常做的，敬请期待吧。这个火怎么打的呀？原来火是这么开的，我懂了。哎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想看啊。
打，来啦！出锅了。来，好吃吗？嗯。你好，你是顾诗一没错吧？我特别喜欢你，可以拍个照吗？我也要，可以拍照吗？哎，帮我拍一下。谢谢，我帮你拍。帮我拍一张。哎呀，好帅呀！不好意思。顾世一，你现在越来越长进了，啊？你自己说说，我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谈恋爱。你现在刚刚出道，刚刚有点人气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人气有多大打击吗？啊？对不起。小女朋友谁呀？护得还挺严实。不过，怎么看这么眼熟啊？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会是公司的艺人吧？这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？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理好艺人，竟然让他被拍到这些绯闻的照片。就这件事情啊，没有关系的呀。爱情这种东西，一旦来了，自己也控制不了的，对吧？所以顾世一，你不用太过自责，我不会干涉你的感情的。社长，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生气嘛。顾世一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有点小绯闻，也是赚眼球的好时机啊。好，你小子下次要是再被拍到这种照片，你就死定了，知道吗？趁这段时间，好好去爱吧。以后你们的时间可就不多了。我是说，等你出道以后，就越来越忙了。所以你确定他没有做整容手术？是的。什么时候进樱华的？去年年初，樱华娱乐签了一批新人，他负责带那批新人。我们找到了一张林贝拉曾经用过的证件照，对比他现在的身份证照片，无论是骨骼上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，都不是当前整容手术可以达到的水平。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张与林贝拉小姐非常相似的证件照，但是这张照片是20年前拍的，等于说这20年来林贝拉的长相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。
知道了。雪姬，嗨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也不进去坐坐？啊！哎呀，又给我带吃的了吧？哦，今天没带啊，下次再补给你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雪姬，我想问你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雪姬，这世界上像你一样的人还有吗？我是说，像你这样特殊体质的人，还有没有别人？我不知道哎，希望不要再有了吧。拥有这样的特殊，并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如果再利用这样的特殊为非作歹的话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毕竟像我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只会让别人感到恐惧和害怕吧。我知道了。哦，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事儿呀？也太麻烦了吧。顺便来看看你啊。这什么呀？艺人资料而已，没什么。艺人资料，也是顾十一吗？没有。嘿嘿，是不是准备接顾十一？花多少钱？重金。我才不要欠他，有没有我帅？我走了，拜拜。拜。江淮啊，这次回来多住几天啊。妈，你跟雪姬妈妈很熟吗？你们很要好吗？哎呀，也不是特别的要好。她这个人吧，对谁看着都随和，但是啊，却很难真正走近她。你怎么突然问起她了？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阿姨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，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。记不清长什么样子，你看看雪姬不就好了？那雪姬跟她呀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连动作、眼神都一模一样。不是说雪姬是养女吗？为什么会那么像呢？妈，你还有关于善爱阿姨的东西吗？我想看看。善爱不爱照相，她不喜欢照。那张照片还是我硬拉着她照的呢。那个时候摄像机不是才出来吗？我们都开开心心的拍，可镜头一拍到她，她就躲，所以那些录像带里面呐，她的镜头就只有1-2秒。那个录像带还在吗？能给我看看吗？雪姬，妈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这孩子。
回来了。你就是深爱，对吧？你想问什么呀？回答我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我说了你会害怕。你之前不是也说了吗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像我这样的人，估计就会乱套了。江淮，你不害怕我吗？刚开始猜到的时候，确实挺害怕的。可是后来想通了，就不怕了。学姐，就算你生活了那么久，可你也像正常人一样，会难过，会开心，你也一样会吃饭，会睡觉，你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而且，学姐你那么善良，我为什么会怕呢？不离家出走了？不了，再也不走了，我就要留在这里，每天给你做好吃的。我饿了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吃什么呢？不准吃泡面。可是泡面很好吃啊。就是不准吃泡面啊。喂。你到底是谁？照片里面这个人是谁？他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他杀了我妈？你是对我感兴趣呢，还是对照片里这个人感兴趣呢？他是病死的吗？不，他是被人谋杀的。但是吴先生，您的母亲被人谋杀了，您不生气吗？不愤怒吗？打算就这样放过凶手了吗？如果您想知道的更多，那我就会告诉